这边这个鸡卵是对倒位出来？阮这是对阮后壁的牧场，阮伫阮遮差不多饲700-800万只鸡，逐工拖入来阮的洗选场，到阮洗选场内底去做洗选，然后甲遐较歹的卵拍掉，甲好的卵包装，交阮的通路甲退互安尼。我搁请教一道种，你讲这歹的卵吼，较歹的卵甲拍掉，是这粒卵是未正治，还是讲会正治？会正治未像较歹安尼。无够好。化卵桶，这台机叫做声呐裂蛋检测机。声呐裂蛋就是你目睭你看无的裂蛋，它透过声呐的原理敲击，去侦测说已经能有问题有裂啊，它拍掉。哦，这啦。哦，呆呆呢。我看到这个，感觉足无彩的啊。所以阮一档爱拍掉的这的卵超过1000万，价值啦。价值一工就要了1000万，一档。一档1000万嘛是真多呢。因为你卵是一个做营养的物件啦，所以你有稍微一点裂缝啦，还是讲你有稍微较太高，其实它都很容易造成那种细菌的污染。你看，阮就是一体蛋力的来对，所以通常规工了就满。安怎搁再利用吗？其实阮就是教互人迄种饲猪的啦，啊，无得蛋条安尼啦，饲猪的伊家做。我知。对。猪啊，若是变喷啦，唱甲讲，我昨吼食一顿讲迄卵袂歹。